没错，先前的版本主要是为了配合演讲时尖而调整，重点在于对长辈观众的简单明了。要达到2800字的篇幅，需要大幅度的扩充，深入探讨相关主题，并使用具体的例子，同时严格保持浅显易懂、非技术性的语言风格。我将通过增加真实的病患案例来扩充现有章节，用简单且贴近生活的例子来说明危险性，并详细解释其运作机制。例如，我们会用肝脏的清洁队或身体的水龙头这类简单的类比来解释原因。我们将扩大探讨范围，用日常语言讨论这些交互作用的迹象。以下是大幅扩充后的脚本，旨在达到字数目标，同时为长辈观众保持人性化、教育性且紧迫的语气。如果你每天都需要服用药物，无论是那颗控制血压的小白药丸、控制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 statin， 还是帮助您稳定情绪的处方药，请您现在立刻停下手边的工作，全神贯注谛听这则紧急警告。这不是医疗建议，而是一份全面的教育警示，目的是保护您和您的家人免受厨房里每天可能发生的可预防灾难。您信任的医师开给您的药，那些您每天早上为了心脏健康而服用的药丸，可能仅仅因为您搭配了错误的食物或饮料，瞬间变成危险的毒药。这指的不是轻微的胃部不适或感到一点头晕，我们谈论的是体内一场隐蔽且剧烈的化学风暴，它可能导致血压急剧飙升，或造成危险的血压骤降，直接引发突发性的灾难性中风、大规模心脏病发作，或体内致命的出血。这种悲剧性的致命错误是患有慢性疾病的长辈在管理健康时最常犯的错误之一。我们都知道葡萄柚、西柚不能乱吃，这个警告您已经听了很多年了，但我必须告诉您，那是您所知道最安全的资讯了。还有5种特定的常见物品、食物、保健食品或调味料，它们同样危险，甚至更糟，因为它们会干扰范围更广的必要药物。今天我不只讲基础知识，我将提供一份全面的教育指南，列出5种临床症是绝对不能与日常药物混合使用的物品。这是一份紧急警告清单，我们将用简单的术语清楚解释其中隐藏的危险。我恳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项，那是一种不起眼的调味料，是许多长辈每天都在使用的厨房必需品。当它与血压药结合时，会引发一场无声且致命的化学灾难。让我们从通常放在药瓶旁边的物品天然保健食品开始这场紧急课程。第一个关键的交互作用涉及一种被称为圣约翰草 Johnswort 又称金丝桃的流行草药。这种植物在各地都有贩售，被视为提振情绪或帮助睡眠的天然方式。因为它是天然的，人们错误地认为它可以安全地与任何东西混合使用。但在化学上，圣约翰草是您药物治疗方案中最具破坏性的拆除大队之一。为了理解这个危险，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想象您的身体是一栋高科技大楼，而您的肝脏就是机房，专门负责分解并安全移除系统中的所有化学物质和药物。一旦药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肝脏就会使用特定的工具，微小的专门酵素来进行清理工作。圣约翰草的作用就像是化学加速剂，它强迫肝脏的清洁队以疯狂、不切实际的速度工作。当您在服用必要的处方药，例如器官移植、患者的抗排斥药物或强效癌症治疗药物时，同时服用圣约翰草会发生什么事呢？这种草药会强迫肝脏过快地破坏这些药丸，药物
在血液中永远无法达到保护您所需的浓度。它在开始产生治疗作用之前就被代谢病排出体外了。想象一下，服用药物是为了防止器官排斥，结果这种草药在几小时内就把它变成了无用的粉末。最终的危险在于，您的危急病情完全没有得到治疗。这种情况的反面也同样致命。当圣约翰草语常见的抗忧郁药物，如佐洛夫 Zoloft 或帕罗西汀 Paxil 结合使用时，会导致大脑中被称为血清素的快乐化学物致失控地泛滥。这种压倒性的化学物质激增是一种重大的医疗紧急情况，患者会出现发高烧、肌肉僵硬和严重意识混乱。这不仅仅是不良反应，这需要立即住院治疗。结论简单且绝对。如果您因严重的慢性疾病服用任何处方药，您必须将圣约翰草视为高度活性的化学危险品。我们的第二个紧急警告是关于看似无害的零食，真正的黑甘草。我说的不是那种软软的人工红色或粉红色糖果，我指的是在专卖店或进口糖果中常见的那种深色正宗的黑甘草。危险集中在其中一种强大的天然物质甘草甜素，它就像身体内水分和盐分的控制开关。这种物质会告诉您的身体强力留住盐分和水分。最关键的是，它会将钾排出体外。这个总作用会立即导致您的血压飙升，这就是隐藏的致命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如果您正在服用一种非常常见的高血压药物，称为利尿剂 water pill， 也就是那种会让您更频繁上厕所的药。这种药本来就是试图将盐分和甲从系统中排出，以降低液体压力。当您吃甘草时，会造成排钾药物与排钾甘草物质的双重效应，导致体内钾离子浓度在男性地下降。钾是维持心脏运作的重要矿物质，就像心脏的电池。当电池电量过低时，您的心脏会开始变得不稳定和混乱，这可能会引发危险的心律不整，导致心脏突然痉挛并停止跳动。仅仅因为一块简单的糖果就引发这种致命的连锁反应，是真实且有文献记录的风险。请务必勤勉检查所有草本茶和喉糖的成分，因为这种危险的甘草物质经常隐藏在其中。第三种复杂且危险的交互作用发生在人们服用某些旧式药物，并享用熟成起司鱼、腌制肉品拼盘的时候。这是特别针对使用较旧类型的抗忧郁药物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MAOIs 来控制情绪或忧郁症的人所发出的警告。问题在于，经过熟成、发酵或腌制的食物，如陈年切达起司、烟熏高达起司、意式腊肠或萨拉米香肠，会自然产生高浓度的化学物质，其结构非常类似肾上腺素。这种物质称胃酪胺。正常情况下，您的身体有一种反应极快的防御酵素，可以立即识别并分解。这种像肾上腺素的化学物质防止任何危险。然而，您服用的那种抗忧郁药物会关闭这种防御酵素。这是为疗调节情绪而设计的机制，但也让您变得脆弱。当您吃下那些熟成起司时，类似肾上腺素的化学物质会在其不受阻挡的情况下失控地冲入您的系统，这会导致血压瞬间出现大规模且危险的飙升。医生称这个种紧急情况为严重高血压危象，症状包括突然的剧烈头痛、胸痛以及颈部可怕的搏动感。
血压飙升的力量如此强烈，可能会导致脑血管破裂，引发突发性的、毁灭性的出血性中风。如果您或您的亲人正在服用这种特定类型的救世药物，这些食物绝对是立即的危害。我们的第4个紧急警告是关于被误解的健康食品，深绿色叶菜类蔬菜，特别是大分量的羽衣甘蓝、菠菜或芥蓝菜。这些食物被誉为健康英雄，它们确实也是，但它们同时含有极其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K 是身体用来制造特殊胶水或凝血因子的主要原料，用于止血。如果您正在服用经典的抗凝血剂，俗称老鼠药或通血管药，华法林、warfarin、coumadin 这种药丸的全部目的就是破坏或减缓制造那种胶水的过程，从而防止危险的血栓和中风。当您突然开始追求健康，摄取大量的维生素 K， 例如每天喝大杯的绿拿铁或羽衣甘蓝果昔时，致命的错误就发生了。那种突然大量涌入的凝血原料会有效地压倒病，完全中和您的抗凝血剂。这就像将整管强力胶倒入精密的机械装置中，您的华法林药效会失效，这让您瞬间暴露在药物原本要预防的状况下，致命的中风或血栓流向肺部。这个里的教育重点不是完全避免，而是保持稳定。您的医生是根据您平时摄取的维生素 K 量来仔细调整药物剂量的。突然的大量增加，或突然完全不吃，都会使血液的凝血能力陷入危险的不稳定状态。请与您的医生讨论如何让您每天的绿色蔬菜摄取量保持稳定。现在我们来到第5个，也是最隐蔽、最常见的危险。这是我要求您不要跳过的警告，因为它通常就放在您的厨房架子上，被行销为健康的选择代言或低钠盐。数以百万计的长辈正确谛听从医生的建议，在饮食中减少盐分、钠，以控制高血压。为了响应这一点，他们经常将普通食盐换成代盐。隐藏的致命危险在于，为了取代钠，这些产品大多填充了一种叫做氯化钾的化学物质，这是一个安静的化学刺客。如果您正在服用当今最广泛使用的心脏药物之一，即血管张力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 inhibitors， 药名结尾通常为 PRAIL， 如 lisinopril 赖诺普利，或血管张力素受体阻断剂 ARBs， 药名结尾通常为 Sartan， 如 losartan 洛沙坦。这些药物是专门设计来帮助您的身体保留钾离子的。当您将药物的留钾作用与您倒在食物上的大量钾结合时，血液中的钾浓度会失控，螺旋上升。这种积据称为高血钾症。虽然低钾会导致心脏跳动失常，如我们在甘草部分所讨论的，但太多的钾会让心脏完全停止。它会导致心肌片慢、片弱，最终片成一直线，导致立即的心脏骤停。因为代盐是每天使用的，这种积聚是慢性的，通常是无声无息的，直到为时已晚。如果您正在服用 ACE 抑制剂或 ARB 类药物，您必须立即检查您拥有的每一罐香料和调味料，并丢弃任何将氯化钾列为主要成分的产品，这是潜伏在您橱柜中的致命错误。我们已经讨论了5种最严重和最常见的威胁。在结束之前，让我提供3个额外的快速警告，关于您每天使用的简单物品。第一，喝牛奶或吃起司配抗生素的简单习惯可能是一场灾难。许多常见的抗生素，特别是那些开立用于呼吸道或皮肤感染的抗生素，会在化学上被乳制品和制酸剂胃药中的钙合矿物质吸引。药丸
会真的将自己粘在胃里的钙上，形成无法吸收的团块，抗生素无法进入您的血液，感染，因此未得到治疗，可能会恶化并导致严重并发症。请务必将抗生素的服用时兼与乳制品、起司或矿物质补充剂至少隔开2小时。第二，酒精与乙酰氨酚 acetaminophen， 例如常见的止痛药 Tylenol 或普拿疼成分的结合，对肝脏具有极高的痢疾风险。酒精和乙酰氨酚都需要同样有限的肝脏资源来进行清理。当您同时摄取这2者，特别是如果您一直在大量饮酒时，肝脏会不堪重负。在试图分解过在物质的过程中，肝脏会产生一种剧毒的化学副产品。这种副产品会迅速破坏肝细胞，导致突发性不可逆的肝衰竭。这是需要紧急肝脏移植或死于药物中毒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要将大量饮酒与乙酰氨酚混合使用。第三，请记住关于熟成食物的警告，并将其因用于过熟的香蕉和酪梨。随着这些水果变黑和老化，它们会自然增加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类似肾上腺素的化学物质酪胺。如果您正在服用那种旧式的抗忧郁药物，请坚持食用新鲜刚熟的水果，以避免血压飙升的风险。我们现在来到了行动的关键时刻，你已经装备了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的具体教育知识。这些资讯是防止可预防悲剧的盾牌。您今天的3步安全守则如下：仔细查看每一个标签，立即去您的厨房和药柜，对照这5项警告，比对每一种香料、保健食品和食品，特别专注于您用来调味食物的任何产品成分。打电话给您的药师，不要试图凭记忆记住这份清单或依赖快速的 Google 搜寻。您的药师是最有资格检查这些特定交互作用的专业人士。今天就打电话给他们，索取一份简单、清晰的列印清单，列出您服用的每一种药物、已知的所有食物、饮料和保健食品交互作用。这张纸是可以真正挽救您生命的文件。教导您的家人，许多致命的错误是由充满爱心的家庭成员或准备餐点的看护者所造成的。列印这份资讯并贴在您的冰箱上，确保任何为您购物或做饭的人都了解代言中钾离子的独特隐形危险以及熟成食物的影响。这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赋予您控制权，掌握您的饮食，能确保医生为您的健康开立的救命药物能够有效且安全地发挥作用，而不会被简单的厨房用品破坏。您在厨房里的警觉是保护您的心脏和生命的最后关键步骤，请立即根据这些资讯采取行动。